来看，大家拢真关心，讲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敢会当伫立法院2月收回进前完成审讨咧？因为军公教的加薪无伫初三立效，有民进党的立委就批评讲，就是因为那亚卡总预算案去挡军公教加薪。也毋过有国民党的立委是指出讲，最近4届的军公教加薪拢毋是伫1月份立效，指控民进党生话。有民进党的立委就呼吁国民党哦，若毋是要挡军公教加薪，明仔载就予总预算案来完成审讨。立法院会伫咧2月休会，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敢会伫咧休会进行审讨，也毋知影。其中军公教加薪水3%，无伫咧1月初3汇入口座，估计差不多有73万人受到影响。搁一个引起压力的攻防，两亚立委批评那亚立委卡总预算挡军公教加薪水的代志。毋过国民党立委王芳美打出资料，表示7年来前到大并无伫咧1月初3钱汇入口座。王宏威现在是国民党党团干部，请他赶快去更改议程，明天院会总预算抽出逕付2读，完成3读。如果国民党做不到，那就是嘴巴说挺军公教。总预算通过以后，这个一定会在追溯。民进党一直用这个议题，事实上是担心他们的总预算因为他们的贪污舞弊、滥用公帑，被在野党大删特删。总预算还未审讨，加上立法院长韩国瑜18就要带团去美国，才会让压缩议案审议的时间。民众党团总调温国昌嘛回应讲，会针对乌白编预算讨这公家的钱，伫审查的时阵有具体的行动。另外，调野嘛甲重点放伫咧财委法，立法院一直拢还未甲公文送去行政院。不过内政部新闻稿指出，修法了后，非法律义务支出会减28%，影响民生政策甲新的计划推动，去互在野批评讲是假信息。你依据哪里说我们今年14年我们的居住正义就有影响？所以就是你就造谣嘛。我们说居住正义不受影响的状况之下，要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如何分配财源。老世峰解说是以114年做例，试算出若修法了后，就要提差不多283亿的支出，理论上未影响114年的预算。针对新闻稿的内容去批评，会当去检讨，嘛呼吁中央甲地方拢爱理性来讨论，希望修法了后，权责的分配甲财源，莫影响到各项计划推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